方嘉柏馬房嗰隻4歲嘅後無來者，今季 starting 47分，上場喺跑馬地草地1650米試咗放頭跑法，點知輸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今次佢哋轉戰沙田嘅泥地1200米，仲換咗楊明倫騎，孭輕磅116磅。你睇下佢喺最外嘅12檔起步，慢咗少少，焗住喺內搭最後面。前面啲馬帶得唔算快，去到最後400米佢都仲落後放頭馬好多個馬位。去到200米先喺後面開始衝，點知最後喺好地跑出1分10秒74，末段23秒12，後上都係輸咗俾火神神諾攞第二。喂大佬啊！嗰日啲馬跑超慢步速，佢竟然慢標準時間18個馬位咁多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佢喺大外搭同埋後上跑法都可以跑到咁，真係話佢唔勁都唔得。不過賽後騎師楊明倫就俾人問話啦，佢話隻馬喺大外檔起步之後，早段攝咗入馬群後面。仲話子馬好似唔中意前面啲馬踢起嘅泥頭，尤其係佢第一次跑泥地，所以佢喺轉彎同直路嗰陣就將隻馬移去外搭，想等佢可以推進上前。點知隻馬喺嗰度又向外閃。佢話去到差唔多200米嗰陣，佢將隻馬移去信義出面，之後佢就將左手啲邊轉去右手，想鼓勵子馬俾反應，但係佢話咁做嗰陣有啲困難。佢又話去到最後150米佢就可以盡力催策隻馬，子馬就即刻勁衝上嚟。聽落好似好多藉口咁喎，跑完梗係要驗尿啦。至於贏咗嗰隻蘇偉賢馬房嘅火神神諾，佢暑假嗰陣做過手術，今季跑咗2場之後，狀態終於返嚟啦。今晚喺佢最擅長嘅泥地1200米，喺華章蔡明紹胯下後上贏咗。佢馬主周漢文咁啱喺日本，冇得拉頭馬，不過佢以前養過世界馬王爪王凌雨噶。蘇偉賢就話火神神諾今場排第一檔好有利，賽前佢叫蔡明紹好好利用個檔位，出閘最好搶到好位。佢仲話賽前幾日特別調教咗隻馬嘅出閘問題，希望有改善。火神神諾今場出閘順利，蔡明紹走位又好，發揮出色。呢隻馬跑泥地真係唔錯，係爭在有時出閘慢啲，希望佢可以 keep 住健康，以後出閘爽快啲，攞到好成績啦。睇後無來者今次跑泥地嘅表現，雖然慢咗啲，但係佢嘅後上能力真係幾突出，尤其係喺咁慢嘅步速之下，可以喺最後追到咁近，證明佢尾段爆發力唔錯。方嘉柏啲馬好多時轉場地會有驚喜，今次後無來者跑泥地攞到第二，可能揾到佢嘅另一片天。不過騎師楊明倫嘅騎法就真係有啲耐人尋味，賽後解釋又多，唔知係咪真係子馬有問題，定係佢自己發揮唔夠好呢？如果之後揾個更強嘅騎師，可能會激發到後無來者更強嘅潛力。總之呢隻4歲澳洲馬嘅後上能力值得留意。如果之後遇到快步速嘅場合，俾佢喺後面慢慢追，可能會爆出冷門。記得留意下佢之後嘅賽事，尤其係泥地賽事啊！訂閱同推介就唔使講啦。大衛希斯馬房嗰隻7歲嘅建策鷹，今季 starting 62分。上場喺跑馬地草地1650米跑咗個第二，今次再跑同程，繼續揾希威森騎，孭重磅133磅。你睇下佢喺最外嘅12檔起步，竟然可以搶到頭帶放，仲好順利咁攝入內欄領放。前面啲馬帶得幾快，去到最後400米佢都仲領先緊，去到最後200米仲大開咗個半身位。點知臨尾俾後面隻凡凡有餘嘭一聲超咗，最後喺好地至快地跑出1分39秒36，末段24秒53，攞咗第二。喺咁快嘅步速之下，佢用放頭跑法都可以跑到咁，真係老而彌堅啊！賽後報告話佢出閘笨拙，咁都放到頭，真係犀利。跑完梗係要驗尿啦。至於贏咗嗰隻凡凡有餘，上個禮拜3晚騎師布文先憑星火燎原贏咗馬，今次再憑凡凡有餘攞到佢今季第10場頭馬。呢隻馬啱啱先贏咗佢喺香港第1場頭馬，今次克服外檔仲可以連贏，真係狀態大勇。建策鷹呢隻7歲老將，上季1場都冇贏過。點知今季轉咗倉去大衛希斯度之後，狀態竟然開始回勇，連續2場都跑第二，證明佢仲有心有力。尤其係佢今次可以喺咁外嘅檔位搶到頭放，仲要放到最後先俾人超，可見佢嘅鬥心同埋速度都唔錯。
大衛希斯調教老馬都有一手，相信佢會好好利用健策鷹嘅經驗同埋跑法，喺之後嘅賽事繼續爭取好成績。雖然佢已經7歲，但係如果遇到步速唔快嘅場合，俾佢可以順利放到頭，絕對有機會贏馬。始終喺4班賽事，佢嘅評分都仲有水位。如果可以把握到機會，攞到頭馬唔出奇。記得留意下之後啲步速偏慢嘅賽事，話唔定佢會帶俾你驚喜。訂閱同推介梗係唔少得啦。